隨着台南機場直飛日本熊本，也讓食品幸福工廠每日限量現烤新鮮出爐的生吐司再次成為焦點。因為好吃的秘訣正是選用熊本麵粉和北海道鮮奶。業者除了對原料的堅持，加上日本麵包職人的指導，所有流程不僅手工技術精準到位，還有獨家燙麵技術，打造 Q 彈保水的口感。熊本麵粉它本身有很高的營養價值，因為他們在研磨的技術上有一些差異，所以相對於一般市面上的麵粉的研製的方式是不同的。所以我們希望讓客人吃到的時候是这個生吐司是带有高营養價值，而且是新鮮的口感跟一個新鮮的品嘗的風味。對消費者來說，看到企業公開麵包師傅揉麵等過程，除了是一份對食安的堅持和產品的信任，也因為這一波直飛熱潮，刺激了回購率和嘗鮮的意願。因為知道台南這邊年底要直飛熊本，對，然後知道這邊的那個生吐司是用熊本的麵粉做的，所以想說可以來嘗鮮一下。小朋友吃完都會很懷念這家的生吐司，所以我們就常常在回購幸福工廠的生吐司，所以非常推薦。而且他們家生吐司是用熊本麵粉。業者不惜成本，凸顯商品差異性和獨特的口感，因為原味就是美味。我們使用熊本的麵粉呢，去制作生吐司呢，是希望是說用職人的精神，那讓客人去感受到幸福的感覺。因為在於生吐司它的柔軟度有別於一般的吐司，那吃起來的話氣孔會更足，那也會更柔軟。生吐司除了經典原味，也有芋頭、巧克力和黑芝麻等多元選擇，加上後續的新開發，希望發揮職人精神，從品質感的價值不斷提升。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。